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阿 Moon 嘅地產頻道啊！咁多位觀眾，今日咧我就唔同你講咩豪宅啦、咩筍盤啦，咁今日係要同大家講一講曾經風光無限，依家就嚟收皮嘅開發商雅居樂啦。咁唔知仲有冇人記得咧華南五虎呢個名號？就係恒大、碧桂園、富力、合生創展，仲有雅居樂啦。咁當年幾威水啊，五虎上將啊！個個都係千億級別嘅大佬啊，但係時移世易啊，咁恒大爆咗啦，碧桂園危咗，咁富力就殘咗，依家輪到嘅就係雅居樂啦。咁我同你講，雅居樂依家嘅情況比恒大暴雷之前仲要驚啊！咁點解呢？因為雅居樂唔單止喺資金鏈斷咗咁簡單啊，佢連交樓嘅質量都本唔住啊！你買樓嘅時候，銷售同你講5星級的家，咁收樓嗰陣時變咗冇星級嘅禍。咁地基開裂啦，停車場水浸啦，泳池變魚塘啦，咁物業一句開發商冇錢就打發咗你，咁呢啲係人講嘅嘢咩？咁今日呢條片咧，阿 Moon 會從3個角度同大家拆解一下雅居樂呢個5星級嘅坑啦。第一個就係雅居樂嘅資金鏈究竟有幾危？第二個就係豪頭雅苑嘅工程質量醜聞啦。第三個就係作為業主你應該點樣去自救？咁全程咧係冇尿點嘅。咁建議你準備好紙巾，唔係驚你喊，係驚你睇完火滾到要掉手機啊！好啦，我哋先嚟講下資金鏈啦。咁呢個係所有問題一個根源啦。咁我哋將時間推移翻去2024年嘅5月份啦。咁雅居樂就發咗一份公告啦，內容簡單翻譯就係一句話：我冇錢，境外嘅債務咧係還唔起啦。咁各位債主自求多福啦。當時佢哋連一筆債券利息都支付唔到啊！咁寬限期咧係去到5月13號嘅，咁過咗就係正式違約啦。你諗下喎，連利息都俾唔出，咁呢個係咩概念啊？即係你張 credit card，咁連最後還款額你都還唔起啊！銀行已經準備收你樓啦。咁跟住個情況咧就係一路惡化啦。咁根據2024年嘅財報，雅居樂有295.46億嘅本金，加埋6.15億嘅利息違約啊！咁因為呢個違約咧，又觸發咗61.27億嘅交叉違約。咁乜嘢叫做交叉違約啊？即係你同 A 銀行借咗錢還唔起啦，B 銀行、C 銀行、D 銀行一齊過嚟追你數啊！咁全部個貸款咧即時到期喎，呢個就係血崩式嘅連鎖反應啦。咁到咗2025年嘅上半年啊，咁雅居樂嘅收入跌到去135.74億啊，同比跌咗35.8%啊！咁你知唔知道蝕咗幾多啊？80.3億啊，半年蝕咗80億啊，平均每一日係要去到4400萬啊！你瞓醒一覺，雅居樂又唔見咗半億啊！咁最精彩咧就係資產狀況啦。咁總借款係474.42億啦。咁其中1年內到期嘅有379億喎，但係佢手頭上嘅現金有幾多呢？30.93億，即係話佢嘅現金係只夠還唔到1/10嘅短期債務啊！你諗下，你爭人379萬，銀行卡得30萬，你會點啊？你會失眠啦、焦慮啦、想跳樓添啦。但係雅居樂依家就係呢一個狀態啦。咁仲有一單嘢好精彩嘅喎，2025年嘅12月，雅居樂收到清盤呈情啊！咁邊個呈情嘅？新濠中山，即係澳門新濠國際嘅子公司啦，蝕額係去到1858萬美元，加埋223萬港紙。咩回事啊？原來雙方都係中山翠亨新區合作搞一個8億嘅文旅項目啊，有主題公園啦、5星級嘅酒店啦、購物中心啦，咁總共嘅投資額去到100億嘅。咁新濠國際咧係負責樂園啦，雅居樂係負責其他地塊嘅。咁結果就係雅居樂冇錢違約。咁新濠國際咧2022年已經發函終止合作，跟住走咗去仲裁，仲裁係贏咗嘅，但係雅居樂都仲係唔還錢喎。咁新濠國際咧就忍無可忍啦，直接向香港嘅高等法院申請清盤啦。咁你諗下喎，新濠國際係咩來頭啊？何鴻燊家族嘅澳門賭
王嘅仔何猷龍揸 fit， 咁人哋俾面你同你合作，你違約在先，行仲裁都仲要輸咗唔還錢嘅，逼到人哋申請清盤嘅，咁雅居樂呢個信譽已經爛到貼地啦。清盤嘅請呈公告一出啊，雅居樂嘅股價即日暴跌19%啊，最低呢係跌到0.305元嘅港紙啊。咁港股係有規定嘅，股價低於1蚊嘅持續一段時間咧就要除牌噶啦。雅居樂咧依家已經係毫子股啦，咁嚟除牌就係爭一步嘅啫。咁雅居樂對外就講爭取2025年底同境外嘅主要債權人達成重組協議。依家2026年嘅7月啦，重組協議咧影都冇啊！佢哋話同金融機構傾掂咗14.92億嘅還款延期啊，14.92億。你爭人哋474億啊！你傾掂咗14.92億延期，就覺得自己好叻啊！呢個唔叫重組啊，呢個係叫做拖延時間啊！我同大家講，雅居樂依家係處於咩處境啊？同當年恒大爆雷之前係一模一樣嘅，高負債啦、低現金啦、銷售暴跌啦、債務嘅違約啦、清盤嘅請呈啦、股價嘅插水啦。其實唯一嘅區別就係雅居樂仲未正式進入清盤嘅程序，咁但係呢個未字係可以維持到幾耐啊 ？OK， 咁我哋依家黐金鏈講完啦，咁你以為最慘嘅係債主同埋股東？錯啦，其實最慘嘅就係一啲業主啦。咁我依家就同大家講一下喺中山火炬開發區濠江西路51號雅居樂濠頭雅苑啦。咁呢個樓盤嘅故事呢，係足以可以載入中國房地產質量問題嘅史冊嘅。根據中山家直通12345平台嘅投訴記錄啊，咁係由業主10名舉報嘅，經開發區住建局核實。咁聽清楚啦，係住建局官方核實啊，唔係我亂咁噏噶。濠頭雅苑係存在以下幾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啦，就係負2層4棟出口嘅地基開裂啊，大量嘅積水滲出啦。咁地基開裂係咩概念啊？即係成棟樓嘅根基出咗問題啊。咁你住喺上邊嘅話，樓下地基裂開，地下啲水湧入，有業主直接係跣低嘅。咁呢個唔係細問題咯，咁係結構安全嘅問題，係人命關天嘅問題啊！第二個就係泳池排水異常啦，咁買個樓盤有游泳池嘅，本身就係一個賣點啦，咁結果個游泳池變咗一個儲水池喎，積水排唔出，唔係游水啊，係養蚊啊！第三個問題咧就係羽毛球場地面大面積開裂啊！你諗下，連地面都做唔到平，做唔到實，咁仲有咩係可以做得實㗎？其實最離譜嘅係乜嘢啊？物業嘅回應啊，業主去到投訴啦，物業一句開發商冇錢俾，然後就拒絕按前期物業服務協議進行修復啦。冇錢兩個字就打發咗啲業主。咁你簽個合同呢？你個保修責任呢？一句冇錢就唔使負責啊？咁當初你賣樓嘅時候做咩唔話我哋將來可能冇錢維修㗎？開發區住建局嘅回應證實咗呢個問題。地產施工單位維修之後，滲水、地面開裂問題未徹底解決，即係話就算揾人整個都係治標唔治本啊，糊弄一下就算數。物業公司咧已經發函催告開發商，就係中山百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即係雅居樂嘅子公司，盡快處置。但係對方都仲喺度等待緊地產方回覆及出具專項處理嘅方案。咁等到幾時啊？等到層樓冧咗先處理啊？各位街坊，你諗下呢個邏輯啦，開發商資金斷裂咗，咁冇錢維修，工程質量問題持續惡化，咁業主嘅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呢個唔係一個樓盤嘅問題，呢個係雅居樂成個體系崩盤嘅縮影啊！即係你買樓嘅時候，銷售拍住心口同你講，雅居樂係大品牌嚟㗎，上市公司啊，華南五虎啊，結果交樓之後，連地基漏水都冇人理啊！我今日就同你講白啲啦，咁雅居樂依家嘅情況已經唔係可唔可以放心買嘅問題，而係已經買咗個人點算嘅問題。如果你係濠頭雅苑嘅業主，你每日行過停車場見到地基滲水，你心入邊會係咩感受啊？你會唔會驚啊？你會唔會諗我每個月供樓嘅錢供緊嘅係咪一堆危樓呢？好啦，咁鬧又鬧完啦，我哋依家嚟講翻啲正經嘢先。如果你不幸係雅居樂嘅業主，或者
你身邊有朋友買咗雅居樂嘅樓，咁以下幾點咧，你一定要做嘅就係第一，保留所有嘅證據，包括購房合同啦、付款憑證啦、同物業開發商嘅溝通記錄啊、質量問題嘅相同埋視頻。咁如果有工程師或者第三方檢測機構嘅報告就更加好啦。咁呢啲就係日後維權嘅利器啦。第二，你可以聯合其他嘅業主，其實一個人嘅投訴咧，開發商可能當你係噪音，咁100個業主聯合起身咧，佢就唔敢怠慢啦。可以成立業主群、業委會籌備組，統一行動、統一發聲。咁記住啦，散沙係冇用嘅，團結先係最有力量啊！第三個就係善用政府平台啦。咁中山有直通12345投訴平台嘅，開發區住建局係可以直接介入嘅。咁蠔頭雅苑嘅問題就係通過呢個平台爆咗出嚟嘅，唔好怕麻煩，有問題就投訴，投訴唔處理就再投訴，再唔處理就上訪揾媒體。仲有第四個方法就係揾法律途徑啦。咁如果協商無效嘅，可以集體訴訟啦。根據商品房買賣合同同埋前期物業服務協議嘅，咁開發商係有責任對交付房屋嘅工程質量問題承擔維保責任嘅。退一句冇錢唔係合法免責嘅理由，咁你可以要求賠償、要求修復，甚至係要求退房。第五個就係關注雅居樂嘅債務重組嘅進展啊。咁如果雅居樂最終進入清盤嘅程序啦，咁作為業主，你係債權人之一，你有權參與債權人會議，申報你嘅權益啦。咁唔好以為呢啲嘢同你無關啊！清盤嘅時候啊，資產處置嘅順序同方式咧，係直接影響你嘅樓可唔可以順利咁辦證嘅，可唔可以保障到你嘅權益。咁最後，如果你仲未買樓，考慮緊雅居樂嘅樓盤，咁我勸你就三思再三思啦。一個連地基滲水都唔處理，連利息都還唔起嘅開發商，咁你信佢可以交到咩好樓俾你啊？係咪先？你個首期唔係風吹嚟嘅，你個30年嘅房貸唔係講少嘅，所以買樓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課啦，查清楚開發商嘅財務狀況、以往嘅樓盤嘅口碑啦、近期嘅交樓質量啦，咁就唔好俾銷售嘅甜言蜜語同埋沙盤嘅美好幻象去蒙蔽自己嘅雙眼啦。好啦，今日阿 Moon 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可以嚟總結一下嘅雅居樂曾經嘅華南五虎啦，依家資金鏈斷裂、清盤在即、工程質量醜聞纏身，咁蠔頭雅苑嘅地基開裂同埋停車場水浸唔係偶發事件嘅，係成個體系崩盤嘅冰山一角啊！咁作為一個地產人，我見過太多嘅開發商由輝煌嘅時候到隕落啦，咁但係雅居樂嘅問題特別令人憤怒，因為佢唔係突然死亡啊，而係明知自己資金有問題嘅情況下，仲係繼續賣樓、繼續收錢嘅，然後將風險轉嫁俾業主啊！咁呢個就唔叫經營不善啦，呢個叫做唔道德啊！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對你係有用嘅，記得 CLS 話俾更多嘅人知。咁阿 Moon 咧就希望大家記住啦，買樓唔係買棵菜，揾個靠譜嘅開發商俾你揀咩樓層、咩朝向要仲要1萬倍嘅。好啦，今集我哋就講到呢度啦，希望支持阿 Moon 嘅可以喺評論下邊留低支持2個字。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